剩无一个月就要过年啊！在彰化市公所伫今仔日是开始发放过年的敬老金，只要说户口伫咧彰化市满6档70岁以上的老大人，都会当领到一包6000块的红包。今年按算拢总要发出1亿9000万，这创下总金额新高纪录，就是要互彰化市的长辈会当留空间好过年。 运钞车一个到位，虽有警察、警卫护送现金，这钱是彰化市公所要发予时代的春节敬老金。公所人员摕一沓搁一沓现金开始算钱，甲6000块装入去每一个红包袋内底。时代领到6000块的大红包，拢真欢喜。先生呢？嘿，我这个情况嘛。 钱拢你在管的，对，拢我在管的。啊，逐年领到欢喜无？我欢喜啊！啊，有要拍算要创啥物？ 买饭啊！年糕，年节物件啊。彰化市公所表示，若是自有财源超过10亿，得发6000块。只要户口设伫彰化市满6年，而且满70岁时代，就通领春节敬老金。今年有31911位时代符合资格，计共发出1亿9000多万的红包，总金额嘛超过英国纪录。敬老年金。 福利真好，咱的建设增加3倍，而且累计的税计剩余增加了3倍多，将近20亿。较早是足济，无转账的时都是现金，要算足济的，即摆有转账嘛，好一半。 台湾已经是超高龄化社会，时代的社会福利是真重要的。彰化市公所表示，除了逐年发红包予时代好过年，公所嘛有咧规划打算去做社区的长照服务中心，希望予时代会当安心养老。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。